走出流浪的台湾，也是走出家己的流浪。有一首歌唱讲：你是风，西线爱流浪。我常常咧想，风到底是因为气压压迫而流浪，也是真正西线爱流浪？啊人咧，我是出世伫真庄脚的囡仔，伫我囡仔时代，做都市人是上大的愿望。国民学校出业，我就决定要放下庄脚，离开艰苦的做事生活，孤一个人囥石骹去都市读册。初中读煞，升去高中的时，我感觉中部这个都市还无够都市，自然呢放弃升高中的学业到台北，为着要饲家己，开始找头路做线工。毋过无一个头路是我感觉值得用一世人的时间去投入的。尾啊，我家己讲，我要做一个作家。对一个无虾米出身的囡仔来讲，点彩会当出名的行业简单两种，就是作家甲野歌星。出名是我迄阵的大主，我无做演员、歌星的 face， 作家是当时独一的选择。起先我早咧黑白写，虾米碗糕拢写，连武侠春秋、车头底卖薄薄啊一本10块的爱情小说都写过。写起来速度真紧，上可恨的是社会根本都知影我是作家。我予人家己印面试，头项印作家2字，本来是想要印文豪，惊去予人笑。那是有啊，毋过无人通拄出去。我所熟悉的人，若无社会地位，而且对我这个作家头项的人，连一点仔尊敬的表示拢无。有一摆拄到一个足古意的老朋友，我尽量的甲面试聊出来。伊真少看几部剧，讲做假，我知影啊。你即马在教人起厝，我想足久，才发现无合力讲话，无人要甲你信道，就决心搁开始拍拼阅念课本，做模范生。伫收入甲做线工的过程中，我学校、公司、工厂、商行一直在换经，高中读过4间，接过头路超过20种。人讲一年换24个头家，时间一个久来，同学、同事、朋友愈交愈多，毋过一直新人换旧人。会使讲，我交朋友都咧流浪。大学的时，我找到一项做上久的头路。写电影剧本，这个行业有符合我少年时代所有理想的条件。兼顾到写作甲影剧的出名原则，趁钱简单搁轻巧，唔免甲固定的公司也是头家写，品质好歹无重要，进度好。也就界无永远的朋友，所以换新朋友敢若换衫裤咧。我本来就是讲会做一世人的编剧的。煞尾波场池接洽到东华分子，去互一寡天职的言论句号，对野族界的环境愈看愈突然，还阁受起各种庄脚做事人的生活，豆豆啊意向煞到所谓政治反抗运动，较早就出名的大主毋知走去倒位去啊！讲起来，人生实在真创治人。伫我开始对出名无趣味的时，煞至发现到，其实伫台湾一个人要出名，上简单的撇步是做反对运动。若甲上台演讲，打错国民党，打冲街头，毋惊互人起诉，互人怪，参加公职选举，写政治评论等等，想要出名都有困难。话是安尼讲，毋过毋惊互人怪这点，我做袂到。像错国民党若无准则，拢会互人掠奇怪，写的条件点点咧。我毋是毋敢，就是无才调。写政治评论用这名嘛同款危险，怀得都无想要出名啊！规气安分做国民党较无在注意的基层东东，低头掠猪仔，
无大风险都会当头先开。时间做久了后，我才知影，反对事业是我一生上大、搁久长的事业。做东港上大的消息是无通出嘴，亲像我即款爱表现、食无仔神的性格，做久感觉不足不足。伫无意中，我中操专业，搁开始掠笔。即马我写代志时，头仔是写家己看中的，豆仔报纸杂志有登顶，囡仔看到家己的作品，心肝头就烧落暗爽。感觉全世界无人比我写较好，而且诗人这个头衔嘛介具上，所以决定要练火化身，脱胎换骨。做什么东工2捌字无水准，兼无卫生。以后有群众运动也是演讲会，要不带大家西里路条例，个在上坐咧演讲台顶办先，干互较早的东工朋友看甲目睭脱通。讲我爱流浪，实在无枉屈。写文章嘛写甲走真去，本来是要报告一寡我的代理文学过程甲东工生活，讲我走出流浪的台湾的经过，讲我的流浪的性格是安怎好逼出来的。煞各位办位去，连主题都在流浪。怀知意思有够啊就好，无熟悉的阵拄好。有熟悉的莫买我的册就好啊。